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美国倒转去北京掌权，外界就咧烦恼讲，这几冬咱台湾对美国的出口较济，恐惊川普是会抓咱来制裁。央行的总裁杨金龙表示，扩大对美国采购，也佮有大直电去美国生产，拢是解决的方法。原来针对着川普话要佮扣佮较悬的关税，杨金龙表示会密切来关注，调整因应。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搁一摆入驻北京，政见也影响全球经贸。立法院财委会13邀请财经部会省长报告川普当选对台湾的影响。川普的一个经济政策，还有就是拜登的对中国大陆的态度都是一致的。那对台湾呢，当然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不过呢，差异不会是非常大。冲击不大，但是我们也没有说川普的2.0呢，就我们也是会跟以前一样，我们也没有这么说。央行总裁杨金龙认为，美中贸易冲突升关了后，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大，恐惊常态性被地位汇率操纵观察变大，尤其即马顺差超过500亿美金，你会烦恼安尼会让川普真生气。万一台湾被制裁，认为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应对？我想呢，要说制裁我们不至于，那他们也了解我们台湾对它的一个顺差呢，因为是美国需要的，不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的价格很低啊，这个晶片啊，这个资通讯呢，它这个是一个战略的物资。你认为应该用什么方法能够来弥补？有讲到就是说政府的一个采购了哈，那这个是第一个了哈。那当然现在呢，就是说譬如说包括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，这个也是平衡两边的一个贸易。立委罗斯堡阁提出，川普当选了后，比特币欠权，即期进行央行总裁杨金龙对加密货币干攻。川普拥抱加密货币居然说永远不要出售你的比特币，这个完全是打脸杨总裁杨总裁对加密货币是非常不屑的。没有，我们是认为就是说加密货币呢，它的价格波动非常大，投机的成分非常高。马斯克说以后可以用比特币来还美国的国债。他以前他也讲到说，他的比特币可以跟那个去购买那个 Tesla， 结果到最后呢，也是不了了之。对川普什么时阵实施高关税规模有偌大，杨金龙强调，目前进行静观其变，各每一季更新影响措施，无去预测，暗过会密切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